高雄市若搁2天就要来选总统咯。苗栗县的前县长徐耀昌，进前因为挺郭台铭选总统，去互国民党开除党籍。郭台铭宣布退选了后，徐耀昌对外是真低调。也毋过伊昨暗常常伫个面册来发一篇1221字的文章，甲郭台铭来化话，讲无需要各为国民党流任何一滴的目屎，无价值。徐耀昌讲，伊拄做县长的时阵，因为财政真严，参县府的员工的薪水拢付袂出来，伊带队到行政院，要来争取到100亿的纾困金，结果互当时的行政院长毛治国家拍枪。若解救苗栗财政的，颠倒是民进党。现任的桃园市长，嘛是当时的行政院的副院长张善政讲，毛治国当时的意思是，请徐耀昌先来检讨到县内的财政，后续再过来讨论到解决的方式。若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针对这个过去的代志，伊无要评论。苗栗前县长徐耀昌因为支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选总统，去国民党开除党籍。郭台铭宣布退选了后，伊对外变个真热贴。昨暝伊伫咧面册抛出1200多字文章，讲出伊对国民党的想法，嘛甲郭台铭发声，莫为着国民党流目屎。也没什么那个啦，就是表达我这从政这个几十年来，尤其在后半段呢，感觉到有点这个心痛。徐耀昌阁讲到，当就任苗栗县长时，财政困难，上北行政院向国民党求助，说谎闹一句讲，我毋是做中人嘿。那当时的行政院长就是毛治国。就是说，希望他在这个苗栗县这边，能够在县政府里面能够做的，尽量先做，自己的这个财政能够检讨的，先检讨一下。当时我记得毛治国院长给他的建议是这个样子。当时是2015年，徐耀昌上报行政院，因为县府财政困难，到员工的薪水无再调付，想要爱100亿纾困，索求毛治国拒绝。徐耀昌阁讲，互苗栗财政转归为安尼是民进党斗相空。困难的时候，国民党帮我什么？我还是咬着牙心，来度过。徐耀昌伫咧选前铺文批评国民党无扣苗栗财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回应啊。我想最后的阶段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是团结在一起。那对于过去是国民党的同志，我们就不予置评。朱立伦对徐耀昌亲外籍的铺文无愿意评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是两边拢无什么得失。跟国民党的恩怨我想归他跟国民党的恩怨但是他跟我们之间的交情跟我们之间的这个伙伴关系继续存在，而且还非常的这个坚强大选剩2天的时间，苗栗前县长徐耀昌讲出心声，要甲和国民党的分院全部压出大片，互选情搁加添变数。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